國際消息，羅西亞報復烏軍攻擊因的電商倉庫，今仔日是社會彈派無人機轟炸烏克蘭基輔，上無是造成9人死亡，28人受傷。本地美國總統 Trump 是講要授權烏克蘭來生產愛國者飛彈，不過這陣煞是解喙，講牽涉到國安技術，愛閣評估。基輔遭受轟炸了後，在路邊看到真濟厝攏已經損害，調查人員佇咧勘驗不幸死亡的民眾屍體。基輔出現俄羅斯亞的彈道飛彈加無人機攻擊，真濟所在墮毀，有一寡所在無電，真濟人走去避難中心。Ці люди не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є цивільні люди, що є життя. Світ в космос літає, розумієте? Вже скоро на Марсі будуть квартири, будинки будувати, а ми землі завойовуємо. Страшне. 這是這禮拜羅西亞軍隊兩邊大規模轟炸烏克蘭，為保護烏克蘭無人機連續幾多天攻擊羅西亞零售電商Wildberries的物流倉庫。烏克蘭指控這間電商暗中為羅西亞軍隊提供軍事裝備補給，再改列做攻擊目標。對羅西亞密集的彈道飛彈威脅，烏克蘭幾多邊講需要愛國者飛彈來維持防空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這禮拜去華府爭取愛國者飛彈在地化生產的技術授權。本來支持的川普立場各變，暗示烏克蘭加羅西亞雙方攏愛退讓。We have not agreed to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it,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除了有羅西亞猛烈的飛彈攻擊，加美國方面軍事援助的變數，烏克蘭國內也動盪不安。政府7月中宣布內閣改組了後，基輔加幾多個城市逐天攏有示威。在空襲進前，基輔就幾多千人示威抗議，要求和推動改革有成效的國防部長費多羅夫恢復職務。這是宣布改組了後規模上大的一場抗議。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